至圣的上帝，伫今年的会员大会，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内。阮感谢伫过去一年中间你的带领，你予阮通过检讨，通过反省，阮会通看见阮伫旧年中间，阮做了甚物。也伫检讨的中间，阮反省阮家己，阮真侪主你的教诲，阮着怎样做，才会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也互伫即个教会身边甲内底的人，拢得到祝福。所以，伫你的面前，用礼拜的心来召开即个会员好会。会员好会应该就是一个礼拜，毋是干那单独一个社团的一个年终的检讨会。求天父上帝，互阮的教会伫礼拜中间来为着明年献做偌济。伫阮的中间是人人侍奉。即间教会是大人囡仔、老人囡仔，拢有愿意，就主你的教会内底来担当家己的责任。求主你的圣神教阮，互阮知影，做人比做事更较重要。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用正确的态度，互阮用欢喜的心来为主你活阮的一生。做今仔日你的话何等的重要！阮虽然目睭金，但是阮无一定。有真明亮的心思意念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目睭金，互阮有智慧佮聪明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即间教会，互即间教会是知影捌道理的教会。也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毋是干那捌道理，互道理就成做阮的生命的快乐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所有圣名，阿门。咱准备心来吼。大家平安。咱即马做伙来敬拜。愿你有个好心情。平安喜乐在心里，让我们来祝福你。每一天有盼望，有能力。耶稣爱你，
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愿你有个好心情，因为耶稣好爱你，让我们来祝福你，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。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愿你有个好心情，愿你有个好心情，平安喜乐在心里，让我们来祝福你，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。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愿你有个好心情，因为耶稣好爱你，让我们来祝福你，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。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唱《有一道河》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诚欢喜。有一道河从宝座流出，带来医治生命。这一道河，它所到之处，万物生生不息。神的江河就在这里，赐下生命能力，认识瞎眼中见光明，聋子听出声音，却对着起来行走，手要知道的自由，主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又代替悲哀，赞美代替忧伤的灵，为荣耀神的名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诚欢喜。有一道河从宝座流出，带来医治生命。
生生不息。神的江河就在这里，赐下生命能力。灯是瞎眼重见光明，聋子听出声音，却对着起来行走，受压制他的自由。主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又代替悲哀，赞美代替忧伤的灵，为荣耀神的名。神使瞎眼重见光明，聋子听出声音，却被站起来行走，受压制的自由。主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又代替悲哀，赞美代替忧伤的灵，为荣耀神的名。哦，让瞎眼重见光明，聋子听出声音，却对着起来行走，受压制的自由。主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又代替悲哀，赞美代替忧伤的灵，为荣耀神的名。荣耀，荣耀，只属于荣耀。荣耀，只属于荣耀。荣耀，荣耀，只属于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耶和华，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敬拜赞美他。张开你的手，让河水起荣我愿全心荣耀耶稣，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。你的祝福无法测度，靠你能力，我能胜过世界。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，如同手中珍宝，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是你我主。我愿全心荣耀耶稣，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。你的怜悯触摸我心，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。
求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是你我主。你是我的源头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。耶稣基督，你就是我们的依靠，我永远的荣耀。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，是你我主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，我们等一下要做礼拜了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专注的敬拜你，领受你的话语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我的心神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当离开使有偌远，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。我的心神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世间真人拢着点酒，面前无伫看入世间小事，各项问题你想思，上帝甲伊的圣殿。咱着敬拜是敬虔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63首。至诚的天父，求你暗落听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得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得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那这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用启文第6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伊予我的灵魂精英，
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。因为你教我天地，你的喙、你的管来为我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白色颜色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抹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阿妹，接下咱再来吟圣诗258首。你若愿意，互上帝引带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。做额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流，当阮回顾2024年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的一年。伫过去的一年，检查阮也拄着侪的挑战、困境，甚至是艰苦心的事，但是拢伫你怜悯、保守、看顾的下面。互阮拢平安来经过，也互阮所行每一个脚步，拢经历主你恩典的祝福。互这份祝福也真侪你美好的见证。展望2025年，恳求主赏赐阮智慧，会当明白你伫阮生命中的旨意。新的年有新的开始，
新的愿望，帮助阮尽心尽力完成你放伫阮肩胛头的使命，来回报你的疼甲救赎。主，阮感谢你的竞选，你呼召竞选阮的目的是要祝福阮。你所想做的福是互人富足，并无参忧愁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愿你面对困境的时，学习不断仰慕主的扶持，将家己放空，互主机会来改变、修正，甲调整阮的性命。帮助阮，也祝福阮会当活出主的款式，阳光，搁再阳光。愿咱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明还。上帝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明还。上帝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好了，请先挂队。
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16节。我要带青面的行因毋捌的道路，带因行毋捌的路径。伫因的面前，互黑暗变做光明，互弯巧变做平直。这个事我拢要行，也无放杀因。接下来，咱倒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2章19节。佮深信家己是做青面人的带路的，踮伫黑暗者的光，讲到新世代的领航者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的一年，恳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新的愿望，也赏赐咱有一个新的方向感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圣神来引带咱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旧约、新约、金句、经文以及圣歌对所吟的诗歌，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伊予咱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带咱行伊的路。愿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真做有智慧、聪明的人，咱的灵魂精英，就是咱是有一个智慧、聪明、清楚，咱对人生的方向感。嘛愿耶和华讲，我是你的导牧者，我要做青面人的带路。今仔日的金句，毋是金句，新约保罗所讲，伊讲我深知我是什么人，我深知。我就是上帝所拣选来甲青面人带路，带因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有一个责任，咱的责任就是甲咱的囡仔带路。人若要通顾好家己的家庭，要怎样照顾上帝的圣殿？咱首先要先定做一个带家己行正路的基督徒，对无？无论你外口讲道理，如果咱的性命若毋是真正活出来，正直、清气，咱的囡仔拢知影咱的信仰。顶礼拜咱有讲到，用这个世界活出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新的一年新春特别临到，今仔日这个时间上要紧就是。咱要检讨过去一年中间，咱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？伫你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，咱要伫这个所在甲主讨讲，主伫新的一年，你带阮行应该行的路；主伫新的一年，你帮助阮做应该做的事。主求你帮助我，真做一个要控制家己，要管理家己，互我知影应该讲什么话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做应该做的事，行应该行的路，讲应该讲的人的话。做人比做代志搁较重要，恁重要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今日欢喜组织伫你的圣殿，搁一摆。愿亚康，阮的清气，阮的健康，我要静静来听上帝你的话。主求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至圣的主耶稣，至圣的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恳求主你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主你的圣神的帮助，阮会通真做一个找到道路、设立目标，也对主你的脚步行正直的道路的基督徒。听阮祈祷，请来圣神来帮助。所有伫今仔日参与这个礼拜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愿主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快乐，成做阮的导航。愿伫你的面前，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牧师只有要甲咱讲两项代志。咱的上帝是咱的带路者。咱有开车的人拢习惯，特别今仔日做方便的，咱的车顶你买车来拢有设备迄种自动导航。呀，这请问你用什么种的
对一排的导航。有的人讲牧师上准的就是Google，为什么Google有导航会准？是因为Google伊用足侪时间，伫街头巷尾，伫世界各所在，伊拢用迄个Google的车，伫遐做街头的照相，有无？因行过的所在，伊个车顶的设备就定义迄个坐标伫什么所在，然后伊翕出来迄条街路什么形。所以 Google 今仔日当甲咱带路，是因为伊有真侪遐资料、导航的资料已经设定伫内底。但是偏偏在山顶真导航无简单啦，所以你若去到山内吼，唔通相信 Google， 有当时也甲你带蒙仔埔，有当时甲你找后山，啊，苦一连足大连冤枉路。咱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导航。今日圣经足清楚讲，耶和华讲，我要甲青迷的人带路，我要修平伊的道路，我要互弯巧的变成平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做清洁的心，互咱有正直的心。上帝就是咱的领航者。第二，上帝爱咱做你的亲人的领航者。上帝爱你做你的囡仔的领航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真心听你的囝儿，重要的毋是留财产互伊，上重要的是带伊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讲一摆，上重要的就是甲你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咱无拄有能力教咱的囡仔，因为咱的囡仔伫今来这时代，是一个对出世就天生有主张的人。你莫听过天然独啦？但是咱的囡仔活伫这个时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代所讲的就是思考、辩论、主张、真权。咱无拄有才调教咱的囡仔，但是咱若相信上帝就是真理的上帝。对咱的囡仔细汉了毋捌，要来学白，你就甲伊抱来教会，互你教会大汉，互你教会静静听。有真侪道理咱讲袂清楚，包括牧师。但是，当咱讲袂清楚的是上帝，伊的圣神来做工。咱的囡仔目睭就要开，要活走无看虚假，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，你永远是我的家庭的领航者，你说了算，你的话就是迄个导航，所有的数据，咱知影车若买来吼，你若无佮伊迄个领航的迄个系统，佮摕到原厂，佮重新 update， 就是讲更新啊，你的地图永远是旧的。咱的生命嘛是安尼，无讲你进入教会洗了，你就永远家己自然成长。当然，上帝听咱，咱嘛会成长。但是咱要认真，伫主的面前，互主引带，不断更新咱的思想、咱的态度。耶和华是咱的导牧者，伊互咱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伊的路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。咱要思考几项代志。关今仔日牧师为着咱所竞选，咱做为共读的圣经，对你有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关今仔日圣经对你有帮助，因为上帝耶稣讲，上帝讲，我要做青迷人会带路的人，毋是咧讲青迷人，是咧讲世间人。咱检查目睭金金啊，但是咱有当时咱看代志。袂清袂楚，牧师你较会看清我无？牧师无意思看清咱的主张，因为当时咱咧讲代志的时候，咱的想法真无共款。我天生有一个个性，我袂爱甲人辩论，毋是我惊甲人辩论，是因为我感觉我需要尊重每一个人伊家己的想法，无代表我同意伊，无辩论无代表我输伊。所以听的姊妹。咱目睭金嘛，还是咱是青迷的人？求天父上帝互咱。圣经有讲一句话：你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，对不？啊，但是真够挑剔，你看到别人的目睭角有眼角刺，家己有真侪盲点过节，但是却
常常怪别人讲遐戆，所讲的是毋对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首先伫上帝面前，亲爱的姊妹，谦卑问你家己，你是一个有智慧、目睭金的人吗？咱若伫今仔日，人拢会甲牧师讲，牧师无，我毋是，我是一个无智慧，我目睭嘛有时看袂清楚，真的吗？咱是一个形式上咧回应你的内心，也是真清楚咧检讨你家己。我的智慧对来。耶稣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若点伫我的内面，人就无搁再行伫黑暗中。所听的姊妹，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你为着你的目睭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属灵的目睭，毋是干那即个地上的目睭。主求你赏赐我智慧的目睭，互我伫即个世间中间，我会当看清楚有价值的事，甲无价值的事。主，互我当看到上帝你甲我有备头前的道路。少年人上要紧是找到你自己生命的喜爱的路，是上帝伫你出世的时阵，上帝就甲你有定的一条路。我感谢上帝，我的一生中间有真侪影响我的人，我称之为导航者、领路的人。这是一生中间真歹得到的。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寡长辈，因的品格、因的价值观念、因的人生的能力，互我有影响。我感谢上帝，我对大概大学的时阵就决定我一生中想要行的路。然后一世人有足长的时间，毋免换跑道。所听的弟兄们，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，带你行人生的路。你的生命不再寻找，你的生命在于跟随。所听的弟兄们，一个人若找到家己人生的方向，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伫迄条路中间，你要看见上帝怎样来实行伊的计划，完成伊的计划。带你经历一种赞叹的生命。多谢恁这礼拜甲牧师讲生日快乐，牧师非常的忝，因为每一个人拢会甲恁回讲谢谢你，对透早会也甲应验。惊讲若这个有回，迄个无回，安尼对迄个人歹势。但是我若万一我因为我的手机跳出来，我无注意到，无甲恁回，请恁原谅。牧师毋是因为看你无甲你回，谢谢你们。也伫咧回谢谢的时阵，我咧回想我的一生。主讲我要带你行一条你也毋捌、未捌、不认识、不知道的道路。今日圣经旧约是安尼讲，我要带你行一条你毋捌，我要带你行一条你毋知。其实这两句话原文拢叫做同款，拢讲亚大。亚大的旧约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认识、认知。知道、认识，讲一个字，愿天父上帝带咱的家族大大细细，咱行一条咱知影对去，咱知影这条路是上帝定着，咱知影这条路是咱毋捌行过的路，咱伫这条路中间检查有哪会食醋，检查有哪会感觉犹豫，我敢行这条路敢对？当我开始行这条路的时，我捌有真酸的感觉。我的大学同学带我，同班同学拢去吃喜酒。迄个时阵我是神学生，其实我的落地内底并无有够几啊，亲像少年的时阵遐尼拍，通包红包互伊。但是我量力而为，没有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嘛不爱缺席。所以我包一包真细包的红包，我到今仔日也会想到，安尼我对我迄个同学敢有足歹势。有时咱行人生的道路，咱会有拄到这种要求，你会感觉伫这条道路顶悬，我比不上别人。但是上帝今仔日甲咱讲一条路，叫做你未曾走过，你未曾知道，你不认识。对我就对啊，
我要带你行一条的道路。兄弟，你爱这条路吗？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云秀，每年你有计划要去行迄个耶稣的朝圣，今年朝圣之路，恭喜！愿上帝予你伫这个计划安排中间，你会当体会良多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无去行伫欧洲一条足出名的叫做雅各路朝圣之路。咱的人生本身就是这条路，现在咱免买一张机票加起来远，恁同意吗？咱的人生就是一条十字架路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祝福你，你的一生无怨无悔。愿你伫上帝的手中，你甲我同款，有时咱会心酸，我头壳举袂起来。我一世人足好伙，我迄天就莫去就好，包遐尼细包的红包要创啥？互人讲庄孝顺伫学校的时阵都毋是安尼，今仔日毕业了，较显可怜。你来就好，我请你食饭。兄弟姊妹，朋友毋是安尼，若是真正朋友，伊会看轻讲庄孝顺，你该包遮尔细包的红包。安尼，这个朋友就是利害关系的朋友，毋是真正的朋友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求你，互我明知伫我一生中间，你甲我经选的道路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所听的姊妹，人生是要来享受的。今仔日总算长老有安尼讲，上帝爱咱，上帝经选咱，上帝呼召咱，互咱来到伊受恩座前，是要领受伊的恩惠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德登教会2025年仍然走这条路，而且更精彩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陈牧师甲真侪伫今旧年圣诞节布置的人，逐个人都足欢喜，足辛苦，甲教会用甲水。陈牧师讲，不能够再有超越的可能啊！因为感觉讲，这就是已经是上水啊！兄弟姊妹，有上帝的荣耀会更较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享受上帝的同在。兄弟姊妹，互主带你的路，你敢捌想过？对少年到今仔日，你敢捌想过？你将来要做什么种的人？你伫少年的时阵敢捌想过？你伫一生的中间，你敢捌甲上帝祷讲，给我一条路？兄弟姊妹，甲主讨一条路，是真重要的祈祷。绝对，上帝不会跟你开玩笑。当一个青年人若认真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条路，那是诚恳认真。上帝要伫这条路的中间，虽然有挖角，但是上帝要带你一生到伊要定着的道路，你相信吗？咱就今仔日礼拜，亲爱的姊妹，你听到牧师第一句甲咱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是带我行伊的路的人。亲像以赛亚第42章第1节，伊伫遮讲：我要带青梅，伫因毋捌的道路中，伫因从来毋捌行过，毋捌的意思就是我毋捌行过这条路。但是上帝讲，我要带因行因毋捌行过的路，是一条新的路，是一条主耶和华屹立、上帝无比、上帝定定的路。亲爱的姊妹，慎选道路。人的人生真要紧，就是选择正确的路，行伫正直的路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亲爱的姊妹，讲上帝祝福咱在座咱的囡仔，因为一生中间无行冤枉路，人无可能一生是十全十美。但是咱若行唔对路的时，上帝伊会对咱讲，唔能够向前去，唔是这条路，回头是岸。主帮助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上帝引带咱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伫对引带你，伫你的心内，
你的心内会诚实的讲话，你相信吗？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信心不是死去的信心，不是。咱的信心嘛，不是拄久的信心。咱的信心只有对迄个想要听的人讲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有两个祈祷，两个礼物，对今仔日的圣经，都对去伫咱的生活中间。第一，咱的上帝是甲青梅带路的上帝。无论你读偌认真册，你有哪有可能有盲点，嘛有可能有固执。人伫人生中间常常有，但是咱的判断无拄拄是正确的。所以所罗门做一个祈祷，伊讲：使我不以眼见为凭，听闻来做判断，用听的做判断，听的袂准，看的嘛袂准，用智慧，用良心，做你一生的选择甲判断。愿天父上帝带咱，咱不是青梅的人，咱是明眼人。阿免吗？主啊，开我的目睭。互我的目睭，我走无看伊假，无好的信息对我的手机走出来，唔通甲伊当作好康的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一条足水的歌，就是奇异恩典，兄弟姊妹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！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。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背起来，我捌失败，我捌跋倒。上重要就是会晓回家，上重要就是会晓得睁开属灵的眼睛来看带路的上帝。愿这个话，这条诗歌会当伫咱的内底。浩大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。初信之时，极蒙恩福。还在第一个时刻，咱甲主耶稣讲阿们的时，稳定就降临伫咱的人生，何等宝贵！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奇异恩典这条歌成做你的歌。喜乐阿嬷有一条诗歌，是永远伫喜乐保院内互人纪念。迄个时阵，甲伊伴奏的人就是梅秀。伊伫迄条诗歌内底讲 ：“This is my story, this is my song。”这条就是一条信息，信息的稳定，何等信心！我的一生，我生命的故事就是安尼。祝福兄弟姊妹越来越好。愿上帝享受恁的人生越来越甘甜，愿上帝互恁享受恁的生命。肉体会老，人会破病，但是咱的上帝永远袂改变。愿咱享受上帝，甲咱三甲地地，互主带路。咱的上帝是甲青梅人带路，上惊就是咱无愿意互伊带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上帝话安尼讲。我要带迄个痴迷的，行因毋捌的路，带因行袂捌的路径。道路甲路径拢共一字，袂捌未曾认识、未曾知道，拢是共一个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白话字的翻译是共款是对的，和本的翻译是未曾认识、未曾知道。但是其实拢共一个字，也大。知道跟认识是共一个字，最后呢，人生黑暗变光明，弯巧变平坦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，咱的道路哪行哪宽，哪行哪光明，哪行哪丰富，哪行哪幸福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新的一年心想事成。刘牧师在圣经无讲心想事成。不要紧，该分别做成，咱甲主祷告，主福我伫你的话中间心想事成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今年过年祷告会，有兄弟姊妹起来做分享甲见证，真感动人。
毋是干那咱教会参加的人受感动。伫直播顶悬嘛有人甲咱做伙，真紧，迄暗就200几个人伫咱的跨年祷告会中间，伊嘛有人甲我回应讲，牧师听到见证的事，阮真感动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有故事；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有一条生命的歌，永远唱。主祝福咱今仔这个礼拜，耶稣就是甲咱带路的。第二句，耶稣要甲伊学生讲：“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嘛。”咱拢要背这句话：耶稣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真理就是讲，伊的话所讲的就是智慧。第二，伊设定了人的道路，伊用十字架来做象征。伊讲：“恁的道路、恁的人生就是十字架。人若要背起伊的十字架，日日背十字架来跟对我，伊就毋是我的学生。”兄弟姊妹，十架路在哪里？不在西班牙，不在法国，十架路在咱的心内。我很羡慕云秀牧师一辈子无去过西班牙，但是愿上帝祝福，互咱伫生命中间，咱找到一条咱一生欢喜要行的路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所引出来的道路顶悬。咱找到主耶稣，圣神伫咱的内底引出咱，圣神伫咱的生命内底引出咱，带咱的家庭，带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今仔日的会员和会发生了什么事？咱要来回想，咱要来接受，感谢上帝伫过去1年中间，伊一路的引带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过去1年中间，上帝对你个人的引带，上帝对你家庭的引带，上帝对你教会的引带，主求你操管，什么人是我的带路者？是圣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这个圣神今仔日进入咱的生命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敢捌为着你的人生问过耶稣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一摆今仔日，如果你过去已经有问过上帝讲，主啊，我何去何从？愿今仔日，咱犹原搁一摆问上帝讲，主啊，伫2025年，我能够走什么样的道路？愿你明确知，愿你嘛欢喜知，愿你嘛伫你的生命中间找到这个上帝所予你。真清楚的里面，就是你人生道路的方向，十字架的道路，未曾走过的道路，是未曾知道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在咱的生命中间，通过祈祷、经历、领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圣神在你生命中间引带。感动的声音。第二，咱要伫主的面前决志讲：主啊，我要做我的囡仔的带路者。主，我要做我的囡仔领航者。主帮助我，互我知影怎样过我的一生。我的囡仔会伫我的一生中间看到伊将来的愿望甲选择。多数的囡仔拢是看到伊的父母的背影，选择伊的将来。所以你捌听过，医生拢盼望伊的囡仔做医生，伊的囡仔嘛做盼望伊将来做医生。老师的囡仔真侪嘛做老师，牧师的囡仔嘛真侪做牧师。这是遗传吗？兄弟姊妹，无拄拄，这是因为因的囡仔伫因的父母的背影，看到一个吸引力，看到一个因所期待。尊贵的生命的价值，愿天父上帝用咱做带路的人，主甲咱三个地点。保罗有一个最要紧的伊的智慧，这句话实在太水。伊讲，搁深知家己，搁深知家己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一种的决心。我知影我是什么人，我知影我的人生要做什么，搁知家己，
奉主的名祝福兄弟姊妹，你知你是什么人？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要做带路的人，咱要做黑暗中的光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你是世间的光，请会记得。愿天父上帝帮咱。伫即句话中间，咱看到保罗会眼光，看到伊的洞察力，伊对家己有真清楚的认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，咱拢有这种属灵的智慧甲聪明。咱伫圣经中间看到常常出现两个字：聪明甲智慧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聪明甲智慧有甚物种的差别？有无是一体两面足共是对，一体两面足共。聪明是一种的能力，智慧嘛是一种的能力。智慧是一种的做决定、做选择的能力。聪明是一种的理解、分析、理解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得到这个智慧，带你的囡仔行欢喜的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互咱伫人生中间，咱选择咱的路，带你的囡仔，带你的家庭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祝福你，互你伫你的家庭中间。我安尼讲的意思，并毋是表示咱中间有人甲咱的家庭带了无好。若你误会，请你原谅我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咱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士大人，互咱的家庭代代保亲。愿咱的家庭是一个充满互咱的囡仔尊敬的生命，互咱的家庭因为咱的存在，咱的囡仔因欢欢喜喜来敬拜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对耶稣所讲的话，领航者就是黑暗中的亮光。主耶稣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既然对我的人就无搁再行，无搁再行伫黑暗的中间。愿主祝福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活出上帝的美好。愿天父上帝互伊的荣耀，愿天父上帝互伊的美丽，愿天父上帝互伊的良善，也愿上帝互伊家己所有各种的好，拢活伫恁的生命中间，互世间人看见圣经内底所写生命的道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伫礼拜中间，阮互你的话祝福。主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会当检讨得定教会伫过去一年中间对你领受奇妙的祝福。我们伫你的面前，用祈祷的心来为着明年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新的一年更加好。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
请咱用圣诗257首来应答上帝的听。心房恩主坚固，请咱起立专守。请坐，等咱准备奉献。
谢，请坐。平安礼，请怎么说？现在这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恳求主伫新的一年，伫咱的中间，用伊的疼来充满咱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的疼的医治，阮需要你的疼的鼓励，阮需要你的疼伫阮生命的呼召。都因为你的疼，阮才会晓听你。主耶稣，阮为着做身躯艰苦、心内有焦虑、年纪加添、病痛的长辈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每一个阮的士大人长辈。伫因的年龄顶悬，主你赏赐因财务的开达，就是脚步稳定，因的身躯无酸痛。主你赏赐因心中有信心充满的喜乐。主，阮伫你面前啊，为着阮的教会出外所有的囡仔、青年生活伫北部、中部，阮的外教，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，互阮伫新的一年新春临到的时，春天的愿望。春天所带来即个地上新的即个开，甲活命的开达，会通伫阮的家庭甲阮的生活内底。只想天父上帝，恳求你也互每一个咧超找主你的疼的，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互因伫主耶稣的疼的内底，因的生命充满幸福，充满上帝你所赏赐平安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咱下面咱来做伙为着生日的人来生日的祈祷，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吼，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有许，你敢是生日？唔是啊。生日快乐！咱来祈祷，咱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佑轩、庄老师、仁老兄，因伫主你的恩典中间来到你时分做证，为着因的生日来祈祷。主你是恩典的源头，是阮的依靠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亲自祝福。主，这毋是人的祝福，是上帝你亲自对因的需要，你听因的祈祷。主，你伫因的日子顶悬，你用你的恩典做记号，互因身边的人看见上帝你对因的祝福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因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互因所行过的路径有平安，有上帝你荣耀的记号。祝福因伫新的一年，每一天拢带着愿望、愿力祈祷，也愿天父上帝你的智慧踮伫因的内底，互因有充足的能力来管理家己的生活。至圣的主，你手牵因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主你要带阮行一条白捌的路，主求你帮助因，互因所选择的道路是一个上帝所定着因出的道路。主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年头到年底，对生日到生日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个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
着升学囡仔来祈祷吼，伫咱中间有几位有写无着，包括就是一个啥小等者，彩婷彩瑜吼，彩婷彩瑜小兄弟的孙仔，咱来为着即个升学的孩子祷告吼，咱为着升学的孩子。主，阮的青年伫大汉的过程顶悬有一个真要紧的阶段，就是升学的阶段。无论是学测，无论是伫因学校内底学习，主，阮为着所有遮的升学，对初中到高中到大学，求天父上帝帮咱善如帮咱彩婷、彩瑜，佮帮咱惠安。顶礼拜，阮为着惠安祈祷，要恳求天父上帝，所有遮的青年。因伫因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有上帝你甲因安排，因将来所要选你甲因定着的道路。主，你知因的需要，你嘛知因的心意。恳求天父上帝对天灵甲因下手，互因伫升学的过程顶悬有上帝特别的智慧，互因有知识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智慧的灵。主，求你甲因三甲伫地，互因直到。因完成一生的终身学习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心，做因上好的老师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搁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师会报告，报告了后，咱就接续来开即个会员好会吼。咱接续开会员好会，会员好会应该袂足长吼，但是欢迎请咱大家拢留咧。即摆我先来报告，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礼拜9点半伫教会。圣港服侍查经班拜六咱拢恢复正常吼，拢有早时9点，甲暗时7点半拢有线上的查经班。圣港服侍后礼拜聚会，请林志杰长老。领诗请谢丽颖姊妹，苏琴请陈美秀执事，书宪甲交代请刘以生、郭一玲执事，爱餐请刘丽芬执事。先讲查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读圣经。具体交通第1月17，就是礼拜5暗时二林区的联合礼拜，要伫玉园教会，教会伫7点20，伫教会集合出发。1月18号拜六暗时7点半有线上的查经。后礼拜1月19主日，教会要年终大扫除，请咱大家当做伙来服侍。第4，请咱继续为女外兄弟健康甲生活来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，耀华毅力，稳上加稳。请咱继续为这生日的兄弟来。代祷，访问报告请咱家己看，然后有问题请按会计来更正。代祷的事项，请咱第1为新生欠安庄严展达庄人祭红人受祭洪吉生庄严昌丁丽华，以及为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2，请咱继续为咱教会青少年身心灵为着课业升学来祈祷。升大学惠安，升高中善如，请继续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4，请咱为出国在外青年宜先、义明、爱玲、恩金来代祷。第5，请咱继续为咱的教会姊妹来代祷。韩国妇人就是教会德克达雅。以上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这场教会伫2024年有真特别的时间会流程，也对年头到年底主你的稳定，甲阮三角地带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个过去的一年，阮伫这个所在，
用祈祷、用礼拜来做感谢，也用祈祷、用礼拜来做检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帮助阮的教会，为着新的一年，阮做伙来勇敢，同心向前行。阮恳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伫地，阮安尼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咱先来请宗圣长老来做。宗圣长老是咱新的一年的这个第二长老，咱来请伊来甲咱点名吼。来，咱来好好手势，拜托咱就咱到位置吼。我来点名吼。庄孝胜、陈信惠、庄有许、庄友友、林秋杰、林慧文、请假，陈林宏、杨淑叶。